好，来继续来看台北市的副市长李树川进前来表态，讲若爱伊承担，伊无排体参选到新北市长。台北市长周万安今仔日参加活动，学到李树川一直以来拢是坚守本分，全力以赴。若是李树川真正来离开台北市政府，要找谁来接棒呢？国民党的前秘书长李乾龙甲媒体透露讲，周万安已经找好人选。今天不唱歌，谢谢。讲无要唱歌，一礼拜前又唱歌。我要甲依兰调调。这首歌献予伊的好助手副市长李树川，讲要将伊留伫身躯边。因为李树川拍算要参选2026新北市长，周万安的态度都有改变啊。我觉得我们不用特别帮李副再多做回应哦，他其实已经说得非常清楚，他不管在哪一个岗位上，都是坚守岗位，全力以赴，踏踏实实为民众做事。安尼讲，袂输得家祝福，因为若是周万安的小雷哥无传白啊，要安怎？这对蒋万安来讲，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，形同他断了一只手臂一样，因为已经没有人可以帮他扛这些重要的工程跟政治的一个判断。有时候爱他不一定要烂掉掉，有时候爱他可能也要适当的放手。蒋万安市长本人超乎我想象的熟悉市政跟上手市政啊。虽然还未决定，不过市政团队一定都要提早营运。国民党前秘书长李乾龙昨就捌讲过，伊讲周万安已经找到副市长的人选啊。没有办法找到适合的人的话，蒋万安可能在要连任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也会相对会比较辛苦。万安市长一直有在留意各方面的人才哦，我觉得他本来就应该去留意跟储备人才哦。李树川即马依然是首都的副市长，必须要尽伊的本分。虽然目前来看是国民党内部参选新北市长上有面的人选，不过要安怎顺利交棒甲布局，这嘛是周万安必须要好好思考的问题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